1897集報仇。喺地球嘅崑崙山脈，方逸嘅身體漂浮喺半空之中，佢感受住一陣陣風喺身邊吹過。佢笑一笑話：以前金丹境界嘅時候，亦都返過地球。以地球咁稀薄嘅天地靈氣，根本冇辦法承受金丹境界修者之氣。可惜之前從來未圍繞過呢啲嘢。其實早就有跡象表明地球非同小可，但係以前又從來冇諗過，都仲係師傅提點過之後，方逸先至發現。今次經由地球前往修者界，方逸本來係想行個捷徑，帶一位神獸去解決魔道修者嘅事，但係就發現家私嘅跨界傳送陣根本冇辦法承載5位神獸嘅修為，到最後都仲係要自己親力親為。方逸身體慢慢降落去，傳送陣四周圍冇咗修者睇住，咩情況呢？方逸覺得有啲莫名其妙，不過佢並冇多諗，一腳就行入傳送陣裏邊，然後光芒一閃，方逸消失咗。再次出現嘅時候，就已經去到修者界。而剛一踏出傳送陣，一道鋒芒閃過，方逸眼中寒光一閃，嗰道鋒芒馬上停喺身前半米嘅地方，係一把圓月彎刀。方逸認得，就係魔道修者慣用嘅法器嚟。再睇睇四周圍，四周圍聚咗10幾個金丹境界嘅修者，跟住幾十把月牙彎刀好似狂風驟一樣劈落嚟。方逸哼一聲，全身一陣乳白色光罩出現，擋住咗嗰啲月牙彎刀。而嗰10幾個魔道修者就同時眼神渙散，身體啪一聲就踏咗喺笪地度。神色修為到達咗元嬰境界，道門傳承當中亦已經有咗對神色利用嘅方法，比起噬魂塔裏邊嘅種種手段都唔知精妙幾多。原來連通往地球嘅傳送陣都被魔道修者搶咗去，唔怪得知地球嗰邊已經冇咗修者睇住啦。嗱，方逸可以想象，魔道修者佔據咗呢座傳送陣之後呢，就一定會派修者去地球。如果比咗以前，方逸都仲會擔心，但係自從知道地球裏邊仲有個密宗活佛存在，佢就唔使再擔心。今次經由地球去修者界嘅時候，方逸嘅神色已經幾乎可以罩住成座地球，普通百姓安居樂業，冇咩影響。方逸就知道嗰位活佛喺其中起咗唔少嘅作用，一瞬間就斬殺咗10幾個金丹境界嘅魔道修者。方逸釋放出神色去揾人類修者嘅聚集地，而就喺呢個時候，虛空一陣波動，一個身着黑色長袍，頭上同樣罩住黑帽嘅修者出現喺半空之中。你係咩人？我仲以為魔道修者一個二個都係啞嘅添。我係咩人關你咩事？本來以為只有蝦兵蟹將，估唔到仲可以捉到個元嬰境界嘅魔道修者。方逸講完，雙眼寒光一閃，冷喝一聲：受死！大言不慚！魔道修者身體一震，一陣陣濃濃嘅黑色霧氣滾滾而嚟。就算離得好遠，方逸亦都可以感受到黑霧當中嗰啲腐蝕嘅氣息。怕且就算係元嬰修者嘅靈力，亦都可以輕易被腐蝕。業火紅蓮，方逸本命飛劍一震，虛空當中乍現出一道紅光，跟住紅光放大，幻化成一座火焰嘅蓮台。蓮台所過之處，陣陣嘅黑霧全部被蒸發晒。而與此同時，方逸身體當中有5道微弱嘅光芒向四周圍射出，以方逸為中心，一圈又一圈嘅漣漪蕩漾開，所過之處空間變到極之穩固。渡過咗烽火大劫，修為突破元嬰，方逸家史已經唔需要借助金丹後期修者，以5行劍元亦都可以佈置出5行鎖空陣。估唔到
你竟然有封鎖虛空嘅本事。對於封鎖虛空嘅手段，呢個黑袍魔道修者似乎一啲都唔陌生，只不過各自有各自嘅手段。放日以劍元為根基，形成五行鎖空陣，呢位魔道修者就從來都未見過。死啦！放日把聲講得好輕，似乎只係好求其咁就講出咗呢兩個字。跟住你見到一道光芒射向嗰個魔道修者，一聽到死呢個字之後，嗰個魔道修者只覺得精神恍惚，佢當堂嘔咗嘔。而就喺呢個瞬間，嗰道光束已經射到佢身體，一聲打落佢身上，佢連慘叫聲都冇。魔道修者就咁被炸成碎屑。呢道光束係放日根據寂滅演化過嚟，雖然威力比唔上本命飛劍施展，但係速度就更加快，亦都更加隨意，令人難以揣測。就算威力弱啲，家私喺放日手上施展出嚟，亦都可以斬殺普通嘅元嬰修者。嘿，早知咁鬼弱雞，根本都唔使布置啲咩陣法。放日細估唔到，只係神識攻擊對嗰個魔道修者造成瞬間嘅影響，而就呢一瞬間亦都夠佢出手。一個元嬰境界嘅魔道修者就咁就死咗。放日嘴角冷笑，都仲係先去一趟紫霄宮。佢衝一聲，身形就消失咗。自從修者界妖獸一族同魔道修者三方大戰開始，三大宗門太上長老就親自出嚟坐鎮指揮。假使紫霄宮真正嘅話事人係太上長老燕京倫，唔單止燕京倫，今日咁啱得咁巧，縹緲國太上長老廖秋、歸元宗太上長老雷光毅，假使全部聚集喺紫霄宮。燕京倫面色沉重，修者界嘅天地靈氣受魔道修者影響，越嚟越差啦。照咁落去，再多1000年嘅時間，修者界怕且就唔再適合修者生存啦。假使修者界真正到咗生死存亡嘅時刻，就連佢哋呢啲元嬰修者亦都覺得頂唔住啦。佢哋呢啲太上長老嘅壽元最多得翻200-300年嘅啫，少啲嘅咧，甚至只有幾十年。按照假使天地靈氣衰減嘅速度，等到佢哋壽元耗盡，修者界就好難以再誕生元嬰修者。所以喺燕京倫眼中睇嚟，假使已經到咗生死存亡嘅關頭。假使搏一鋪，或者贏唔到，但係亦都可以消耗一啲元嬰境界嘅魔道修者。咁到時天地靈氣嘅衰減速度亦都會慢翻落嚟，話唔埋仲可以為後輩爭取啲時間添。廖秋苦笑一聲話：我哋3個冇所謂啦，雷師弟最細，如果師兄冇記錯，應該仲有137年壽限係嘛？廖秋自己壽限都不足100年，燕京倫亦都只有103年。3個人當中最細嘅係雷光毅，不過雷光毅就冇乜所謂咁笑一笑。幾十年啫，冇咩話捨唔捨得嘅。但係只有我哋3個唔夠啊，要徵求下其他人嘅諗法嘅。同連雲海域3大聖地一樣，修者界3大宗門亦係各自有3位元嬰境界嘅太上長老，9個人聯手先至有把握可以斬殺呢啲元嬰境界嘅魔道修者。燕京倫就話啦：咁不如召集佢哋一齊嚟商量下呢。燕師兄，我哋唔單止魔道修者一個敵人嘅，仲有10萬大山裏邊嘅妖獸。廖秋就話：我哋同妖獸一族都已經鬥咗萬幾年啦，修者界同10萬大山係黐埋一齊，計起上嚟，我哋同妖獸一族都算係鄰居。相信有魔道修者呢個共同嘅敵人存在，妖獸一族
亦都願意先驅除外敵嘅。話唔埋，我哋可以同妖獸一族聯手咧。係啊，廖秋講到呢度，佢自己都笑，佢都唔等人家否認，先自嘲咁話：1萬幾年嘅仇恨積累落嚟，邊係得嚟咁易化解噶？講起身，妖獸一族對我哋嘅敵視情緒，可能仲會超過魔道修者。佢哋雙方唔聯手，已經好好咯。Hello， 大家好，我係趙繼斌。神藏咧嚟到1897集吓，其實咧好多人都喺度問話，喂，神藏到底幾時完更啊？幾時會大結局啊？咁咧就喺度咧，亦都可以同大家去預告下啦吓。今晚同聽晚咧就將會係神藏最後嘅2晚更新啊！咁亦即係話咧，去到1902集就係神藏嘅大結局啦。咁1年幾嘅時間咯，嗬，即係錄書嘅日子、聽書嘅日子，好似都過得好快脆咁吓。咁去到神藏嘅最後一集，亦即係1902集啊！聽晚嘅最後一集咧，將會係一集嘅加長版嘅啊！咁就亦都係即係算係為神藏寫上一個圓滿嘅句號啦嚇！咁呢本書咧，其實亦都有即係自從上線以嚟咧，有好多嘅討論啦。亦都有好多嘅即係各種嘅爭議啦嚇，有人話好聽，有人話唔好聽，有人話一半好聽，一半唔好聽咁亦都各有各嘅睇法。咁而我相信聽埋呢2日嘅結局之後咧，大家又會有更加多新鮮嘅睇法嘅。咁所以咧就小弟決定咧就喺今個禮拜3啊，亦即係話嗱，今日、聽日、星期1、星期2就係最後嘅2日更新，而喺星期3嘅夜晚，即係8月嘅13號夜晚嘅8點鐘啊，咁我哋咧就將會咧就係開一場直播啊，就同大家咧一齊傾傾神藏啦。咁亦都係同大家傾下偈啦。咁小弟會喺自己直播間裏邊咧就開一場直播嘅。咁而今次嘅直播咧會係喺小弟自己嘅視頻號裏邊啊，就係招繼斌，就唔係喺即係之前下我哋同其他嘅嘉賓去做直播嘅嗰個回聲嘅嗰個直播間啊，而係喺小弟自己嘅視頻號嗰度去做一場直播啊。因為咧我就喺翻自己嘅錄音室裏邊去做，就費事要其他同事加班啦嚇，陪我一齊加班啦，咁所以咧就會去翻我自己嘅直播間嗰度去做嘅嚇。咁咧就如果你想即係最新即係收到直播嘅資料啊，又或者係咧就係最新即係收到預約咧，可以加入我哋嘅聽友群嚇，我哋嘅聲友會啊，加我哋嘅回聲小助手嘅微信號 HUISHENG _FS HUISHENG _FS， 咁全部都係小寫，咁然之後咧就標住聽友，咁就可以加入噶啦。咁到時咧就係入到去群之後咧，我哋可以就係follow 我哋最新嘅一啲情況啊，咁樣都係加入我哋直播嘅。咁而我哋之前喺神藏開播嘅時候咧，我哋咪送咗啲即係念珠俾大家嘅。咁當時小弟講過一句説話就話等到直播唔係等到呢個神藏完結嘅嗰日，我哋不如一齊將呢盞念珠攞翻出嚟啊！睇下撚咗1年幾啦，呢盞念珠我同你嘅念珠有咩唔同啊？嚇！咁我咧就亦都有遵守諾言嘅。喺呢1年幾裏邊，我哋日日都會去撚下佢咁樣嘅。咁即係到底呢1年落嚟佢有咩分別，有咩變化咧？咁我亦都會喺星期3嘅夜晚嗰場直播裏邊咧，就攞出嚟俾大家睇下。我呢1年嘅成果，或者我呢1年幾嘅成果係點樣嘅嚇？咁亦都係歡迎大家咧，就係入到我哋嘅直播間裏邊，我哋傾下偈啦嚇。各種各樣嘅話題都可以傾嘅嚇，即係關於有聲書啊，關於趙繼斌自己啊，關於各方各面嘅話題都可以傾嘅嚇。呢一場咧就係屬於小弟自己嘅一場直播，所以咩話題都可以傾嘅嚇。咁所以咧就歡迎你加入我哋嘅直播間啦。好啦，今日咧就係錄呢期彩蛋咧，主要就為咗預告我哋嘅直播啦。咁而亦都係再講一次啦，就係我哋直播時間咧就係今個禮拜3，亦即係8月13號夜晚嘅8點鐘嚇。咁咧就係或者早少少啦，7點半啦，7點半到8點之間，我哋即係適合嘅時間，我哋就開播啦。反正即係8點係最遲嘅時間開播嚇。所以咧就歡迎你，亦都係嚟到我哋嘅直播間，我哋一齊吹水啦。係啦，咁就今期嘅彩蛋咧就先到呢度先啊！我哋要嗱臨將佢合入去成品裏邊。如果唔係今日更新已經遲咗啦，就唔拖大家太耐嘅時間啦。咁我哋8月13號今個禮拜3嘅夜晚直播間見，拜拜。1898集
報仇。雷光毅話：唉，如果正林真人喺處就好啦，仲邊會有咁多事出嚟？嗱，同樣係道門傳人，雷光毅就從來冇諗過方日，事關方日嘅修為喺佢哋睇嚟實在太曳。佢哋幾個根本唔認為方日可以解決得到魔道修者嘅事。而就喺呢個時候，有門外弟子嚟稟報太上長老，道門傳人方日求見。方日？佢哋三個都愕咗愕，佢係點嚟噶？嗱，三個人啊奇怪，須知道往來嘅傳送陣已經被魔道修者佔領咗，更加有個元嬰修者親自助陣添。就算方日可以殺得死嗰班金丹修者，之但係同元嬰修者嘅差距都仲係太遠咗啲噃。心頭疑惑嘅同時，佢哋三個亦都紛紛擔心，會唔會係對方出啲咩蠱惑？佢哋實在唔敢相信方人能夠從世俗界通過傳送陣安然無恙咁嚟到紫霄宮，於是就馬上以神識查探。而當佢哋三個人查探到方日嘅時候，三個都愕住咗。元嬰境界？雷光毅直頭口都窒埋，邊有可能啊？魔道修者示弱嘅時候，方日都仲係築基中期啫噃，先至過咗去幾多年啫，就已經係元嬰修者，就連正林真人當年都冇咁誇張啩。事實咪已經擺喺眼前咯，呢種氣息係冒充唔嚟噶。廖秋手梳住鬍鬚，眼中有光，似乎睇到咗希望。廖師兄啊，你確認呢個人就係方日？燕京倫佢本人未見過方日，雖然見過畫像，但係相貌就可以造假，唯獨是氣息冇得假。在場當中就只有廖秋曾經以神識查探過方日。廖秋忍唔住話：冇錯，就係佢啦，不愧係道門傳人，咁嘅年紀就已經到達咗元嬰境界，咁話唔埋，佢真係可以解決到修者界嘅危機。唉，咁仲唔嗱嗱臨請入嚟？雷光毅見兩個人傾得咁高興，似乎將呢個道門傳人唔記得咗噃。燕京倫亦都反應過嚟啦，快請，快請！馬上吩咐弟子將方日請入嚟。好快脆，殿堂之中除咗三大宗門嘅主事人之外，假使又多咗個方日。雖然經過廖秋嘅證實，氣息冇錯，但係燕京倫依然有啲難以置信。佢忍唔住激動咁問道：道門傳人果然名不虛傳，方師弟係咪已經到達咗元嬰境界啦？方日修為仲係築基中期嘅時候，就已經可以斬殺金丹初期嘅修者。假使步入元嬰，實力一定比起尋常嘅元嬰修者要強得多，甚至都可能超過佢哋呢班太上長老啦。方日只係望咗眼燕京倫，岌一岌頭講咗聲係。方師弟，恕師兄直言啊，你係咪從世俗界通過傳送陣嚟修者界噶？係啊，看守傳送陣嗰10幾個金丹境界嘅魔道修者同嗰個元嬰修者已經全部俾我殺晒。一聽到方日將看守傳送陣嗰個元嬰境界嘅魔道修者斬殺，佢哋三個都當堂倒吸一口涼氣。就算係佢哋三個單獨面對嗰位魔道修者，亦都冇把握可以將佢斬殺。全因以一己之力係冇辦法封鎖住虛空，咁樣就冇辦法阻止對方逃走。但係方日竟然可以做得到，道門傳人嘅手段確實係令佢哋望塵莫及。至於方日所講嘅係真係假，佢哋就唔會懷疑。
方日現身修者界幾次，就從來未講過假說話。呢個時候，亦都唔使講假說話嚟抬高自己呃佢哋。事關咁樣做，對於方日嚟講冇乜着數。嗱，方日就未見過呢三位太上長老，三位係廖秋笑一笑話，唔記得咗介紹，老夫廖秋，縹緲閣太上長老，亦都係縹緲閣家史嘅主事人。呢位係燕京倫、紫霄宮太上長老、歸元宗太上長老雷光毅。方日見過三位師兄。方日客客氣氣咁行咗個禮，然後就望住燕京倫。燕師兄，敢問貴宗宗主蓮智喺唔喺度？哦，方師弟要揾蓮智。燕京倫愕咗愕，亦都唔隱瞞。老實同方師弟講，當年你嚟修者界通報魔道修者修建九九滅絕大陣嗰次，蓮智從歸元宗翻嚟嘅時候，就遭遇到魔道修者嘅埋伏，傷及到咗神色，家史仲喺度閉關修養緊呢。遭遇魔道修者埋伏，真係作得就作。我嚟講個真相俾你哋知。當年方某好心好意嚟報信，點知就遭到蓮智追殺搶奪，想話要以手魂之術嚟查探方某所修嘅功法，點知就被家師留低嘅手段反而傷咗佢嘅神色。方日咁先係執翻條命。啊，咁邊有可能啊？蓮智唔會做啲咁嘅事出嚟嘅，佢亦都唔識啲乜嘢手魂之術。嗱，當年處理魔道修者離間修者界各門各派嘅時候，蓮智施展手魂術就冇驚動過各宗嘅太上長老。呢件事就係得蓮智以及縹緲閣當時嘅宗主鄭秋、歸元宗當時嘅宗主尋修三個人知，但係方日唔知噶。如果唔係，請兩位宗主一問就知噶啦。不過方日冷笑，冇可能。有咩冇可能啊？勞煩燕師兄將蓮智請出嚟。方師弟，蓮智受嘅傷係神識嘅傷喎。燕京倫當堂揦埋口面，潛心養傷，蓮智仲有可能趕喺壽元大限之前徹底恢復，話唔埋仲有機會再進一步。方師弟家使執意打攪，如果個中有咩誤會，怕且會間接害死蓮智嘅噃。廖師兄、雷師弟，你哋覺得點啊？啊！廖秋同雷光毅都有啲難做。方日已經進入咗元嬰境界，貌似實力仲犀利過佢哋，已經唔係隨意問一句小友想點就可以打發嘅。換句說話嚟講，方日如果要夾硬將蓮智執出嚟，在場三個人又有邊個擋得住？雖然話大家都係元嬰修者，但係廖秋佢哋就唔認為自己可以打得過道門傳人。事關歷屆嘅道門傳人實在太過犀利，而且方日就偏偏係都咬住蓮智唔放，再加埋道門傳人嘅身份，其實廖秋同雷光毅已經信咗方日幾成啦。但係三大宗門素嚟同氣連枝，呢個時候如果幫住方日講說話，就未免有啲落井下石嘅意味。佢哋更加擔心嘅係，如果喺呢個咁關鍵嘅時候破壞咗三大宗門之間嘅關係，就會影響到同魔道修者嘅戰鬥噶啦噃。本來咧，佢兩個都冇諗住出聲，但係俾燕京倫咁樣一問，唔開口亦都唔好。而廖秋身為呢三個人當中最大嗰個，佢就嘗試住可唔可以做下和事佬啦。咁不如就請蓮智出嚟同方師弟當面對質呢。廖師兄，
燕京倫把聲有啲冷。如果連志真係做咗啲咁嘅事，身為紫霄宮太上長老，燕某第一個就唔放過佢。但係萬一其中有啲乜嘢誤會，誤傷咗連志養傷，邊個嚟負責啊？燕京倫對眼望住廖秋同雷光毅，最後就望翻住方日話：方師弟，你剛才所講嘅說話有冇證據先？1899集報仇。燕京倫望住方日：方師弟，你剛才所講嘅有冇證據先？證據？方日踏前一步，佢假使距離燕京倫得返半米，收埋對手喺身後，目光如電。方某嘅說話就係證據。我嚟同燕師兄攞人，係唔想破壞咗三大宗門嘅關係。你真係以為方某冇本事將連志執出嚟咩？面對方日，燕京倫不自覺咁褪後一步。方日咁講，佢亦真係冇得搏噃。事關確實正如方日話齋，佢可以憑一己之力斬殺元嬰境界嘅魔道修者。燕京倫就信方日嘅真正實力絕對喺自己之上。呢個瞬間，燕京倫都有啲相信方日嘅說話啦。不過正如佢話齋，連志家使閉關休養，一旦打攪，幾乎可以確定咪使旨意突破元嬰，甚至可能到咗壽元大限嘅時候，神色都唔可以徹底恢復咧。燕京倫嘅口氣緩和翻落嚟：方師弟，假使修者界同魔道修者搏殺緊，正係用人之際。連志如果可以踏入元嬰境界，咁對修者界嚟講係一大助力。無論你哋之間係唔係誤會，可唔可以俾到佢100幾年嘅時間？如果受限度冇辦法突破，連志都係死路一條嘅啫。如果佢突破到，咁仲可以喺魔道修者嘅戰鬥當中貢獻一份力量。等到戰爭結束，方師弟同連志再去了結私人恩怨，咁好唔好？唔好。魔道修者方某身為道門傳人，自然會去解決。至於連志，方某一樣要殺，有仇報仇。呢兩件事，方某唔會撈埋一齊講，更加唔會俾連志有機會壽終正寢。我再講最後一句，交出連志。如果唔係，唔好怪方某自己喐手。見方日咁強勢，雷光毅亦都從旁勸解啦。照我睇，不如就請連志出嚟同方師弟對質啊！嗱，佢咁講得，即係話已經徹底信咗方日嘅說話噶啦。身為歸元宗太上長老，重掌歸元宗大權之後，一定會經手各種嘅信息同情報，其中關於道門傳人嘅情報當然唔會少，尤其是方日身上道門傳人嘅光環，可以話一言一行都全部會被記錄落嚟。修朝戰場當中嘅表現，古月宗門前同魔道修者一戰嘅表現，以及發現並且判死守住魔道修者據點傳送陣嘅表現，佢都全部睇到晒，全部有記錄。從以往處事嘅風格嚟睇，咁咄咄逼人又言之鑿鑿，喺方日身上係未出現過咁嘅態度。再加上以方日家師嘅實力，本來係可以更加直接啲，根本就唔使同佢哋嘥口水。或者正如方日自己話齋，係唔想破壞同三大宗門嘅關係。嗱，雷光毅咁諗，廖秋咁諗，燕京倫又何嘗唔係？但係身為紫霄宮太上長老，就咁就將正喺度閉關休養緊嘅前任宗主交出去，佢咁做就冇晒面噶啦噃。
亦都冇法子向紫霄宮門下其他弟子交代。燕京倫一咬牙就話啦：方師弟，燕某可以將連志請出嚟同方師弟對質。如果真係好似方師弟所講，咁就要打要殺，悉隨尊便。但係如果其中有啲乜嘢誤會，耽誤咗連志養傷，咁燕某到時就要向方師弟攞翻個公道噶啦噃。燕京倫呢一句亦都算係擲地有聲。方日岌岌頭，好，只要肯將連志交出嚟，咁就易話為。正如佢所講，佢亦都唔想破壞同三大宗門之間嘅關係。燕京倫安排弟子去請連志，冇幾耐，連志就嚟到廳堂。佢行入嚟嘅時候，一眼就見到方日，之但係佢神色受損，冇辦法查探到方日家師嘅修為。連志拜見三位師伯。連志勉強行禮，對眼就瞄下瞄下方日。一見到方日，連志就馬上知道方日係為咩而嚟，腦海當中就已經喺度諗點樣去應對。但係佢面上表情冇變，向三大太上長老行完禮之後，就望向方日，笑笑口咁話：原來係方師弟啊，別來無恙啊嘛。哼，連宗主，你變面嘅功夫都學得幾好㗎噃，今日死喺我手上，有冇咩怨言啊？連志惡咗惡，跟住就笑笑口咁話：方師弟，你講笑啦，你我無冤無仇，連某又點會死喺方師弟手上呢？嗱，廖秋、雷光毅、燕京倫三個人就喺隔籬睇，佢哋唔出聲，任由得連志同方日對質。方日望向一邊嘅燕京倫：燕師兄，連宗主慣用嘅法器係飛劍係嘛？嗱，聽到方日咁講，連志心頭劇震。方日剛剛叫燕京倫做師兄，咁即係話方日嘅修為已經達到咗元嬰境界。當初築基後期修為實力就已經可以媲美金丹修者，咁假使踏入到元嬰，仲得了嘅？怕且幾位太上長老都唔係佢嘅對手嚟噃。仲有樣嘢，就係當初追殺方日嘅時候所用嘅嗰把紅色長刀，假使仲喺佢嘅儲物袋。呢樣嘢係經唔起查驗。連志已經唔理得顧及方日家師實力係點，先過咗眼前呢關再講。見燕京倫開口要答，連志馬上搶過話頭：實不相瞞啊，連某其實亦都中意長刀，法寶當中亦都有啲收藏，尤其是中意其中一把血色長刀嘅。哼，你都幾識兜噶噃，連宗主，我家師問緊嘅係燕長老，你詐亂哥病想點啊？連志亦都笑笑口咁面對方日：連某以前身為宗主，其實好少出手嘅，係擔心燕師伯所知有所偏差，誤導咗方道友啫。燕京倫家師面口已經揦埋一住，連志搶過話頭嘅時候，燕京倫就已經明白，怕且方日所講嘅冇花假。但係呢個時候，說話俾連志接咗過去，佢亦都驚方日所掌握嘅證據唔算得上係啲乜嘢證據，所以亦都先按兵不動，唔出聲。連志笑到四萬錦口，成個翩翩公子咁，面上睇唔出任何負面嘅情緒。唔知方師弟仲有咩事呢？方日亦都唔急，對住燕京倫笑笑口咁話：燕師兄，睇嚟你所講嘅一啲都冇花假，連宗主呢個傷病睇起上嚟亦都冇乜點。方某咁樣冒昧打攪，如果俾咗其他人，怕且同方某搏命都有之噃。嗱，燕京倫佢哋三個亦都察覺到
連至今日嘅脾氣似乎好得有啲過分。神色養傷，最罩忌就係中途俾人打攪。比着一般人喺啲咁緊要嘅關頭被打攪到，確實揾對方盤命都有之。而蓮子嘅表情冇任何嘅變化，繼續笑笑口咁話：咁都冇乜嘢嘅啫，自己知自己事，連某心入邊知道元嬰無望噶啦，咁啊乾脆放低呢個包袱，平時養傷嘅時候都可以輕鬆啲，唔需要有太多嘅負累，中途打斷一兩次唔打緊嘅。講到呢度，蓮智有啲好奇咁望住方逸。剛剛聽方師弟稱呼燕師伯做師兄，咁豈不是話方師弟已經渡過咗烽火大劫，成就元嬰？方逸笑笑口咁岌岌頭，冇錯，你驚唔驚啊？蓮智一拍額頭，佢馬上向方逸躬身行禮。蓮某神色受損，一時之間冇察覺到犯下咗大不敬嘅罪過，還望方師叔見諒。既然你都承認咗犯大不敬之罪，咁就去死啦！方逸一講完，蓮智只覺得腹中刺痛，佢又驚又嬲，剛諗住開聲啫，身體嘅劍氣突然嘣一聲炸開，蓮智就咁就炸咗個粉身碎骨。